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早，欢迎收看8月15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苏眉。新闻一开始，咱先来关心前总统李登辉昨火化，不过昨下晡，所有一个查某人摕罐红擦的鸡龟，伫台北宾馆的追思现场填李登辉的肖像，警方随着甲人抓起来。根据了解，这个破产的查某人就是去年甲前文化部长陈立军献喙尾的艺人陈慧中。检察官讯问了后，昨暝半暝裁定80万块交保。歹徒支付了私有银行。伫台北宾馆追思会场摕红叉鸡龟啊，偏向李登辉相片的资深艺人陈慧中被移送北检时毫不悔意。到了。死者蒋公也死者，我们违法。陈慧中伫去年初就因为政治因素，现前文化部长陈立军的喙皮，即摆伫台北宾馆会场内底大闹破坏物件，皮包内底还有其他油菜鸡龟啊，显示早就有无。警方昨暗将伊移送台北地检署，讯问了后，亲美20万块交保。总统府对这无理性暴力行为表达严正谴责，蔡总统是非常遗憾。总统府甲外交部也分别提出告诉。比照欧美国家最高国葬规矩，济南教会放21响钟声致意，前总统李登辉7月30过身，14火化。伫台北市济南教会追思礼拜11点，1辆车队为济南教会出发，随总统府一连做最后巡礼。总统府秘书长李代会馆会秘书长郭立雄，甲总统府人员宪兵拢伫广场头前送伊最后一程。以前总统中道第二兵火化，家属也将骨灰暂时放等于翠山中，等待后续安葬。就是一早6点半，要上挂名穿白袍，医护人员向李登辉一名车队列队致意。我要感谢李前总统以及他的家属对于台北荣总的信任，相信李前总统现在已化为千缕微风。自由翱翔在广阔的天空，但也眷顾着我们，眷顾着台湾。总统府表示，后续递送的代志，按算伫8月19下晡2点伫总统府开会，由副总统赖清德主持。但会议报告确定了后，搁向外界说明。记者综合报道。上新消息，马来西亚卫生部昨公布新增加20例武汉肺炎的确诊病例，其中一个是对台湾入境的33岁马来西亚籍的查甫人，伊是伫咧台湾食头路。马来西亚卫生部伫面册公布讲，昨新增加的病例当中，有一个是对台湾入境的个案，是伫台湾做工课的马来西亚人。针对这件代志，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发言人曾仁祥昨暝表示，已经透过驻外的代表处来了解情形，若是有进一步的资料，会随提供给台湾。国际疫情要跳未停，入境台湾的旅客敢有需要全面体检？虽然顶礼拜行政院已经宣布讲要维持原本的防疫措施，不过立法院国民党的党团调查表示，台湾有8成的民众支持爱全面体检。卫福部长陈时中昨下晡是回应讲，若阵疫情伫压起来进前，就甲防疫的物资拢用了，到时阵可能就无法度收煞。请揭牌。新北市中和区精神病人长期照顾服务中心14举行揭牌仪式，卫福部长陈时中亲身出席，暗过外界有关关心入境普胎议题。因为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民调指出，有8成民众支持对所有入境者全面普胎。陈时中表示，若提早将防疫物资使用了，恐惊会加做严重的空胖。我们要顾虑到说这样的量能是不是合理化的使用？万一疫情再来的时候，那任意把防疫物资在先前没有需要的时候就使用掉，那就会造成一个社会的伤害，更严重的破口。陈时中认为，防疫物资甲防疫量能要合理化使用，对民众期待会依照风险度规划保护措施。未来是不是针对菲律宾以外高风险疫情国家，也实施入境全部体检？陈时中强调，任何国家入境者只要体检阳性率悬，无排除比较菲律宾入境旅客全部集中检测。如果任何的国家进来在边境上被我们这样查到是阳性率特别高，再配合它的一个出发点的地方，它的一个确诊的病例很高，那我们就会考虑做相同的措施。
根据疫情指挥中心统计，国内武汉肺炎确诊病例有481例，分别是389例境外移入，55例本土病例，36例敦睦南队。另外一例还佫调查清楚，确诊个案中有7人死亡，450人家居隔离，24人住院隔离当中。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看国外，全世界武汉肺炎的确诊病例已经超过2000万例，76万人死亡。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台湾暂时无增加新的病例，目前是481例。中国的病例有84000多例，香港4000多例，日本超过5万例。也那是目前全世界疫情上界严重的前3名，是美国、巴西甲印度。美国已经超过547万例，巴西超过322万例，印度超过246万例。也有最近变严重的南非是有57万例。欧洲的方面，西班牙超过37万例，英国超过31万例。因若是咱亚洲，日本甲韩国疫情嘛也未冻点。日本昨日新增加1200人的确诊武汉肺炎病例，11个人死亡。因为疫情的关系，Okinawa嘛延长紧急状态。另外，伫咧南韩，一天就增加103个人确诊，因为疫情搁再压起来，首尔甲附近的地区有可能会提悬防疫的层级。新冠疫情继续伫东北亚一直拖，日本13一天新增加1176例确诊，死亡11人，总计53315人确诊，1090人死亡。13到16则是日本回乡陪墓的盂兰盆节，各地来到墓园的人数明显比往年减少。这老先生出来的人就因为考虑防疫，原本要倒来陪墓也取消，留伫东京。もうしばらく我慢しろよってね、昨日もみんなメールでやり取りしてね。寂しいお盆ですね。位伫南方的 Okinawa 13是新增加97人确诊，因为疫情无确定，当局甲警戒级别提悬到上悬层级，并且宣布延长紧急事态宣言到29。连疫情也拖到日本56届，杰尼斯男团黑色 Jump 的成员伊野委会也确定去围钓，即阵正伫厝内底休养。8월 14일 0시 기준 국내 발생 신규 확진 환자는 85명입니다. 해외 유입 사례는 18분입니다. 확진 환자는 지금까지 총 14,873명이며 현재 705명의 환자가 치료를 받고 있습니다. 南韩这时通报新增加103例确诊，创下3个月以来上侪例的本土病例，全国总计305人死亡，真侪教会、市场、学校陆续出现确诊案例。当局考虑甲首尔市甲金枝岛的社交距离层级对第1级调悬到第2级，也就是禁止举行室内50人、室外100人以上才会集会活动。而纽西兰则是新增加12例确诊案例，也各有1例疑似病例。这案例全部拢是家庭互相相位。总理阿尔登宣布，上大城市奥克兰封城搁再延长12天。There is no evidence that food or the food chain is participating in transmission of this virus, and people should feel comfortable and feel safe. 中国当局进前表示，对巴西进口的冷冻鸡翅、加厄瓜多进口的虾仔外包装采验检测时，拢发现新型冠状病毒，不过接触者检测拢是阴性。世卫组织 WHO 在记者会中表示，民众唔免惊吓，因为即阵并无患者是经由食物去喂着病毒的。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总统川普13伫咧白宫宣布，透过伊伫咧中间牵线，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甲以色列达成历史性的和平协议，双边的关系会走向正常化。也毋过，这个消息一出来，巴勒斯坦的政府是认为讲去互阿拉伯的朋友来反背。川普13伫白宫顾问库什纳等真侪位高层官员陪伴之下，宣布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甲以色列达成关系全面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阿联正做自埃及甲约旦了后第3个甲以色列建交的阿拉伯国家，也是第一个保安国家。双方代表会伫未来几礼拜内会面，签署有关投资员工航班直飞安全保障，甲核实大使馆的双边协定。Now that the ice has been broken, I expect more Arab and Muslim countries will follow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lead and. 这新政典正为11月大选可前川普甲贪腐官司缠身的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来讲，是外交上的一大胜利。纳坦雅胡当时伫电视演讲讲，当期暂停兼并约旦河西岸占领区的计划，不过强调遐计划已原伫台面上。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以声明表达强烈反对甲谴责，讲这项协议是对因的倡导，对因要将耶路撒冷看作是未来建国首都的目标来讲是一种反背，要求阿拉伯联盟开紧急会议，搁调回驻阿联大使。伫西方有广大民意支持的哈马斯，也将为国家是非常清楚。هذا الاتفاق لا يخدم بالمطلق القضية الفلسطينية بل يخدم الرواية الصهيونية مثل هذا الاتفاق يشجع الاحتلال على استمرار تنكر لحقوق شعبنا الفلسطيني بل ومواصلة جرائمه. 英国、法国、埃及、约旦、巴林拢对阿联甲以色列建交表示乐观其成。伊朗独白将其讲这是危险、进攻的战略行为，会进一步增强这区域的对抗中心。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伊希望以阿关系正常化，应帮助实现以色列甲巴勒斯坦的两国方案。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的报纸拢看什么大代志？咱做回来看卖。头先是《苹果日报》。根据主计总署公布，大家人会当支配所得，也就是总收入扣掉税、甲利息等等，一定要6月支出了后，中位数估算，财政部年底公布，2020年的基本生活费是182000块，了悬7000块，这是这几年来上济。一口罩若是4个人，基本的生活额度会当提悬2万8左右。也若是用税率一层差5%来算，明年报税时大约会当省1000%。说落来看联合报。监察院将以12-0的票数通过弹劾公务员挺改委员会前委员长赵木钦。赵木钦伫咧做最高法院的法官等等的职务期间，当时甲牵涉诉讼的当事人有不当的接触，佮用某囝名字买股票来蹭利头。赵木钦嘛是有史以来去互弹劾上悬层级的司法官。上尾是自由时报，高雄市长补选的投票今仔日登场，投票时间是对早起8点到下晡4点。中选会就提醒选民，因应防疫，出入投开票所的时阵，爱会记得挂喙罨，保持社交距离排队。要若是今仔日补选的结果，有估今仔日要暗晚6点左右就会知影。高雄市长的补选今仔日举行，早起8点的时，但期卖甲因后生做伙出现伫投开票所等票。根据消息，另外2位候选人吴益政甲李美珍，分别可能伫9点外甲10点外出来等票。咱即马甲镜头交互人伫咧高雄左营区新庄国小的记者洪炳珍甲张玉水，带咱来看现场的情形。是主播观众朋友，今日就是高雄市长补选的日子。即阵记者人伫咧左营区的新庄国小，这个所在呢，也是民进党籍候选人陈其迈伊徛家附近的投票所。但今日透早8点，伊是亲身行脚到，已经先来遮和伊的后生做伙来等票。那现场呢，其实今日工作人员特别提醒民众，一定要会记挂喙罨，也会记查身份证、印仔，也有你的投票通知单。来等票的时，工作人员拢会先替你消毒手，然后会请你把你的喙罨揢落来，先来勘察你的身份，然后再互你入去等票。那今日的天气算是袂歹，虽然讲昨昏拢有落雨，不过即马已经日头出来啊，所以这是不是会提升今日的投票率？就要等到下晡4点等票结束了后，才通知影。咱面现场若有啥物上新的情形，咱会随时连线，先甲卫兵交等起互主播。中国解放军之前宣布讲，要伫咧台湾海峡的附近军事演习。中国外交部长就表示讲，这是针对分裂国家惹事端的行为，一定要采取的必要措施。面对中国的军事威胁，美国随派侦察机进驻乌克兰话，咱的驻美代表肖比克嘛证实，当咧甲美国直接要加码军备，强化台湾的战力。台海搁再出现紧张情势，解放军东部战区发言人张春辉13伫官方网站宣布，要伫台湾海峡甲南北两边举行军事演习。但是军事媒也搁再记录到有强军入侵咱北部空域，空军用广播驱离。中华民国空军广播，位于台湾北部空域高度5000公尺的中共军注意，进入我空域，将我飞航安全进行为的统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也回应，军事演习是对制造大刀分裂国家的挑战行为采取的必要做法。
共军近年来主要对台演习记录：1995年、1996年2摆台海危机，受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公布；2001年甲2004年的2摆军事演习，受亲共的香港媒体发布。这摆更加是共军直接公布对台军事演习信息，强调是实践模仿演习。还面临整个台海有所谓外军介入这样的一个顾虑，那实战化的训练也是中国军改2016年以来一个最重要目标。对着共军威胁，美方出动军机回应。根据中国智库南海战略态势监视计划平台发布，美军13对本土派出一架 RC-135侦察机飞往亚洲，并且进驻 Okinawa 加手纳空军基地，也出动 P8 海神反舰巡逻机伫台湾海峡南平来巡逻。这时候，一架 EP-31电侦机出现在台湾北部，台美军备购买也成做关注焦点。Now, we are working with the United States now on a number of hardware capabilities, including coastal defense cruise missiles, other systems, including our underwater sea mines. 除了甲美国洽谈军备采买，南国中区伊最近也在东部海域实弹射击。有上大的弹道管道是无限制管道，专家推测应该是向风型系列，也是分风强杀飞弹。另外，每年4月到9月，由经国防战机到平湖部署的天基任务，空军也建议把时间延长到年底。记者综合报道。关心今仔日的天气，今仔日花东甲恒春半岛会有一寡阵雨，也是雷公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好天为主。过到了后，有的所在会有西北风，可能会向单雷公、落大雨，佮兼透强风，所以观众朋友过到若是要出门，要特别注意。另外，伫咧偏东风的影响之下，天气会真热，温度会真悬。中昼前后，台北市是柑仔色的灯号，有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新北市是黄色的灯号。伫咧云林查到一个专门咧改造三倍罐的集团，因甲做好的三倍罐要摕去采购行用的时阵，煞去互店头家发现，通报警察了后，嘛甲这5个嫌犯抓起来，这也是国内头一桩三倍罐的伪造事件。规排500块三倍罐，拢放伫道顶，价值250万。云林检警查到全国第一件伪造真性三倍罐的案件，成品超过1000张，半成品要将近800张。因为最近云林虎尾有菜馆行收到好亲像是假三倍罐，卖刮刮乐，通报警方云林地检署侦办，13分别伫中华云林县查到伪造工厂。它有第一代的3倍券，第2代的3倍券。目前这个范闲已经在着手在购买变色油墨，准备制造第3批的3倍券。我们在他制造以前，全数查缉到案。警方表示，这名线索的主嫌有真常伪造国币，邮寄证券前区。警方伫7月接到民众报案，组成专案小组，抓到提假真性券买物件现场的查甫人，各对查来源，才抓到由线索主嫌所组成的伪造真性券集团。振兴3倍券啊，是政府核发的有价证券啊，它所涉犯的啊是3年以上有期徒刑的伪造有价证券罪嫌啊。其实政府3倍券上路时，拢设计防伪功能。只要看看毛毛等等的，就会知影真假。首先对光，看倒边下骹温状面压数字会变深，高端90度就会反白，也有展出分明的玫瑰图案，会出现伫无固定位置。纤维丝伫一般的光是红色，紫外光源是荧光的红绿蓝3色。倒边顶悬面压数字也有经历变化。伪券它还是辨认得出来啊，就是印的没有那么精致。如果真的发现有问题，就不要收，赶快通报警方去查。云林地检署表示，这是国内第一件伪造真性3倍券的案件。线索主嫌因为犯案几摆被刑压核准，目前这假3倍券也无留一市民，唔免伤过惊吓。也搁一摆提起店家伫收券之前爱详细分辨，若是有记录，请直接拒收。记者综合报道。如果是另外一个非法的集团，新竹检警就查到山鸟市集团咧偷测高级的非法茶。若是安尼，这寡人上界可恶的是，因搁用咸剂来掠乌蚬，甚至甲乌蚬拆食落腹。黑熊，哦，真的是黑熊啊！哇，哇，好大！专案小组去山顶埋伏，当场撞到山鸟市集团，当伫咧偷测珍贵的木材。
而且伫咧工寮边啊，还佫发现动物的骨头，还佫有皮衫，佫伫咧嫌犯的手机内底查到嫌犯甲台湾乌熊做伙翕的相片，规个头草木材甲台乌熊来食的案件才规个逼出来。他一开始也没想到这是熊，可是他也不可能野放的，后来就用猎枪把它射杀，他就弃置在现场。但是后来我们再去现场找的时候，就找到这些骨骸。这只台湾乌熊心情袂歹，规分尸的毛是碰栽栽，加上形成特殊尾型的记号，是真野目。即马传出互台视，甚至互食落腹，新竹地检署随甲这的不法指导提起公诉。检官认为，该盗伐集团的行为对我们的生态造成极大且不可逆的严重伤害，而且破坏自然生态的平衡，妨害环境永续发展，损害我国国际形象，犯行非常恶劣，所以都建请法院从重量刑。目前台湾存无甲600只的乌熊，保育团体烦恼讲，这个案例只是有方发现的少数。恐惊有搁较侪已经死伫咧山顶，或者是已经互食去的乌熊无去互发现。民众若是发现山顶有非法的陷阱，应该爱通报，来保护这个伫台湾强要绝种的保育动物。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有真侪慢性病患者，西药剂的人就占真大一部分。不过，根据台大病院上新的研究，然后急性腰子病损害患者用即马用伫咧治疗肿瘤的去甲基化药物，就会使阻挡慢性腰子病发生，降低西药剂的风险。台湾西药剂人口是全球第一。根据健保署上新的统计，去年108年，敢若是慢性腰子病含西药剂人口就有300万人，一年用健保费是533亿。台大病院上新研究发现，照地病人急性腰子损伤的时阵，用治疗肿瘤的去甲基化药物，等阻止后续慢性腰子病发生，降低西腰子的机会。所谓的去甲基化，就是让这个细胞里面的基因不要被甲基化。好，就是说，如果在急性肾损伤之后，我们就用这个药物投予，那可以阻止它去甲基化的情形。那样这样的细胞呢，就不会变成一个不会形成一种细胞记忆，就不会造成后面的纤维化的情形。台大研究团队表示，急性腰子损伤原因有尿毒症、长期食止痛药啊、混袂等，造成腰子细胞受损。血管周细胞会大量增生活化，就算腰子功能恢复，差不多有2成血管周细胞依然会存伫个腰子当中，继续增生纤维化，丧失稳定的血管功能，甚至破坏包含 YBX2 在内4个转录基因。不过鸟喙实验证实，若使用去甲基化药物治疗10天了后，就能阻止基因突变，能预防慢性腰子病发生。这种细胞记忆其实对身体、对肾脏是比较不好的，所以一旦去用去甲基的药物抹除这些细胞记忆之后，这样的肾脏就比较不会变成慢性肾脏病。研究团队强调，临床研究发现有8成急性腰子损伤的病人，10年内会恶化加做慢性腰子病。而且目前除了支持疗法，并无有效的治疗方式。不过，这项全球的新发现，未来应提供医界治疗参考，应减少慢性腰子病医疗支出。记者综合报道。有一阵大做伙少年人替育幼院改造旧的场地，希望互住伫咧遮的囡仔拢会当欢欢喜喜大汉。甲进前看落旧旧啊，搁暗索索的地下室，即马改造搁光，搁有设计过的感觉，会当伫遐学拍鼓，还搁会当伫遐佚佗。这是育幼院的囡仔上喜欢的活动空间。一阵无血缘关系的少年人大做伙，经过半年筹备的时间完成的为你家加油公益计划，因想要替无依无我的囡仔，互因有一个温暖的家的感觉。我们是住在半半的一群年轻人，然后因为我们自己住在一个这样的 share house， 然后我们想把这种家的感受能够带到这个育幼院里面，所以我们就几个年轻人就是一起企划这样的活动。桃园平镇私立乐活育幼院，目前收容17个失去家庭的囡仔，多功能厅的楼梯下骹、涂骹还佫有拄仔，拢是以轻做概念。院长吴妈希望育幼院的囡仔会记得甲伊的约定，离开过去，找到心中的彩虹。看到美丽的景象，就会提醒家己爱勇敢追求家己的梦想。我跟孩子讲，以前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办法去选择我在什么样的家庭长大，什么样的父母，但是至少你们可以选择自己怎么过生活，怎么改变自己。壁顶是育幼院的囡仔画出因对一个家的愿望。这个计划嘛，希望让囡仔会当有为厝出发的力量，袂因为伊原本的环境来感觉自卑。
希望因未来拢有帮助别人善良的心，会当互家己甲别人拢成做更较好的人。记者综合报道。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天气预报资料。北部地区是26度到35度，中部地区是26度到35度，南部地区是25度到33度，东部地区是25度到34度。来看外岛地区是27度到34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苏美，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观众朋友大家好，咿呀咿咿困，一暝大一寸。我是阿朱怡啦，咱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囡仔出世到大济礼俗，主题就是大济。乖哦，大济汉字写做大济。罗马字写做多乌多，子会济，多第7条，济第3条。出世就是婴仔离开妈妈的身躯来到人世间，迄阵上重要的工课就是产婆爱甲红婴仔转财。咔嚓啊！红婴仔出世3天叫做3条。即天爱请捡囝母，也就是产婆来处理，甲红婴仔洗身躯做胆，互囡仔大汉有胆有勇气。了后拜神明拜床母，甲红婴仔号名。妈妈甲红婴仔洗落来了后，爱做月内，等1个月到。叫做满月，满月的时，亲情会来做满月，迄阵就爱翕油饭献亲情甲厝边。古早婴仔满4月日有开车做4月日的礼俗，开车就是婴仔开始食肉。做4月日上趣味的就是甲婴仔收烂，互婴仔咬大汉。哎呀，阿嬷食一个好食好大济就是红婴仔出世满1冬，也就是婴仔1岁的生日，即天会甲婴仔做大济。落土时8字命，意思是讲大个人的命运好歹，伫出世的时就确定啊。不过，咱嘛阁有一句俗语讲，爱拼才会赢。咧鼓励人唔通伤相信落土时8字命，家己的命运家己拍拼。阁有一句俗语讲查某囝嫁娘咧转财，娘咧就是妈妈。查某囝嫁有生产经验的妈妈，安怎转财？意思是咧讲外行领导内行。溜大济转财。做胆，做月内，收烂，落土时8字命。查某囝嫁娘咧转财，
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哦，乖吼，阿嬷笑来，阿嬷抱吼，嘿，来，抱起来啊，抱起来啊！这是公视第几台，接落来请收看咱的节目。